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哦，早上大家是不是都有被路跑影响到？对，那我们希望呢，我们的心呢，就跟那些在路跑的一样，我们要快跑来跟随耶稣。然后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期里面，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有更多，带着更多的爱心，带着更多的盼望，我们要勇敢的走出去，跟教会外面的人来传福音，来跟他们分享这个好消息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好吗？我们一起来带着喜乐的心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我们一起来拍手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山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好不好？你找5位弟兄姐妹，跟他说，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来敬拜，很高兴今天跟你来敬拜。愿上帝的平安和喜乐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在主里面，我们是一家人。Amen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。让我们一起大声欢呼！耶和华是我力量，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是我神。是的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